北上睇樓置業最怕聽唔明銷售講乜嘢，今日同你翻譯香港同埋內地地產用詞嘅唔同叫法。樓契、房產證、樓花、期房、樓底、層高、露台、陽台、睡房、臥室、年期、產權期限、校網、學區房、管理處、物業公司、首期、首付、按揭住房貸款、批核貸款審批、糧單、銀行流水、罰息期、提前還款違約金、壓力測試、還款能力、銀主盤、發拍房、臨約、認購書、正約、商品房買賣合同。仲有一句提醒你，香港買樓嘅話通常用訂金，咁大陸嘅話通常係寫訂金，兩個字嘅讀音係一樣，咁但係法律效力咧係完全唔同噶。簽約之前一定要睇清楚係邊個訂啦。咁如果仲有其他唔明嘅問題咧，可以評論區留言俾華女嘅，私信幫助你啦。咁大家下期再見，拜拜。